哇，好核突啊！哇，好核突啊！話說嗰日行超市見到有冰鮮豬肚賣，仲要做特價喎，我就即刻上網睇下新鮮豬肚要如何處理。咁佢又講到好容易喎，我就抱住個獵奇嘅心買咗佢返去，諗住整呢個腐竹胡椒豬肚湯。結果洗到撲街，佢反開入面仲有啲胃酸喺度㗎。之後嗰陣臭味仲要徘徊唔散咯，所以請放下你嘅好奇同執着，用返急凍豬肚啦。我今次就用街邊最容易買到嘅呢啲腐竹，返嚟將佢剪碎浸透佢，急凍豬肚打橫劏開佢一半，掹走晒入面啲肥膏，或者直接用鉸剪剪都得。如果摸上手都仲有啲黏液，可以加啲鹽同生粉入去洗一洗。我呢嚿都處理得幾好，所以就直接攞去飛水啦。我貪方便，所以用呢啲真空包裝白果，咁又係煮佢一陣啦，煮一煮走啲防腐劑同埋啲苦味。豬肚攤凍咗就可以切條，白鑊烘香啲白胡椒粒，之後擺佢入啲煲湯袋度舂碎佢。啲糖排又係飛一飛水，跟住就可以加2片薑，煎一煎香啲糖排同埋啲豬肚，煎到佢變色就可以加啲室溫水入去啦。跟住就將啲白果同埋已經浸好晒嘅腐竹加埋入去，然後將嗰袋胡椒粒都擺埋入去，大火煮滾佢之後就冚蓋，細火煮多個半鐘。如果想啲豬肚再腍啲，就可以再煮多半個鐘，加少少鹽就可以食得噶啦。如果中意都可以加啲薏米同埋南北杏入去一齊煲。喺度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拜拜。